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家己铺子的天公坛，为罗梅开庙门，有准备黄金，是这种3分重的小金豆啊，要互信徒来摸彩。另外，台南的龙山市有博杯比赛，上大奖是30万。一粒一粒3分重的细粒金豆花，比方人员斟酌包装更好势，因为这拢是收入来为罗梅开庙门，要送予大家抽奖的大礼。唔然呢，阁有抽电视，要予大家欢喜抽奖。今嘛搁咧起价吼，价格又会越来越高。8台55寸的电视也要送给大家。黄英进议员有赞助2000元的红包26包以上，现场还有2000份10元的开运金家己破处天公坛伫咧16号过年暝举办集团团拜了后，预计暗时啊11点45分开庙门，但你拢会上真侪信徒来遮拜拜祈福。虽然今年的金额计小珍贵，不过嘛是有细粒金豆来互大家抽奖。介有心喜，镜头来到台南。民众虔诚博杯练习，台南东区信群新的龙山市今年过年时下继续举办博杯比赛，上侪奖金有30万。五杯啊，哦。越来越多元。非常的热闹，特别有过年的感觉。钱不用还，非常的开心，然后都可以做很多的运用。若是落100块求生钱到初赛主客，通过初赛民众伫咧过年初6暗时啊进入决赛，看谁博上侪奖杯得到募走奖金。以去年为例，差不多8000人参加博杯初赛，1000人进入决赛。一对住伫咧台南的翁仔某，因的囡仔伫咧决赛博到的奖杯摕到冠军。今年会是谁募走30万的头奖，大家拢真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